边真好的天气，来，咱用咱的歌声来学罗上帝。咱先来看31首。天父疼咱世间正人，天父疼咱世间正人，手持独生圣子，拯救赎回，显明疼痛。天父实在是疼，天父上帝真正是疼，连我也得伊疼。赦我一切有为罪过，天父上帝是疼。来，咱做伙来唱第一首。天父上帝疼痛，一清极大，大家应该明白伊。来，咱即马过来看第二首165首。疼痛信神，求你降临，亲像清风来接近咱，亲像火焰来点着咱，亲像露水来凝结咱。来指出阮的失错，来改变阮的歹所行，来净化阮的心灵甲活命，互阮达成至圣，互你受最大的荣耀。来，咱来恳求圣神的降临。
充满我。来，咱看来看，468首，万国万人拢有一解，万国万人拢有一解，决心归主是应该，真假善恶是上道真，到底你徛我一边。远大目标，定心日志，定你幸福也随意。你所竞选，赶紧决定，要点乌暗也光明。来，咱来唱《万国万人拢有一摆》。准备先来，准备今仔礼拜。请大家备万心来敬拜上帝。
万国啊，着称赞上帝；万民啊，着阿罗伊，因为伊对咱是大慈爱。上主的信息永远遵守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三甲来吟信息31首，天父疼人世间正人，吟全首，请起立。请咱由阮徛哩，做伙来祈祷。掌权的爸，疼阮的主，你的疼是这尔啊深，这尔啊大，只有我靠你，阮就要得到保守。至圣至权的爸，阮的主，你的尊贵荣光是独一无退的。阮要称赞你的名无煞。主啊，阮这个卑微小块的人，时常互骄傲无知暗藏来犯罪，侮辱你的名。求你赦免阮隆重的罪过，受你的感化，改过换新，成做一个清气正直的人。亲爱的主，今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感谢你的恩典，
想使妇女有温柔、慈爱、坚定的个性，互每一位妇女得到你的疼痛甲栽培，有份伫主的事工服侍，伫家庭、社会奉献力量，发挥多元的能力甲角色。伫这变化快速、压力对国内外四方来的时代，你们守住你的启示甲智慧，互每一位妇女对这来得到望。对弱势、受轻视、受虐待的妇女，主啊，你要救因脱离困苦，来到安静的水边，倒伫你清脆的草坡。是阮的主，阮兄弟姊妹中有劳苦背重担的，来到你面前，拢要对你遐得到讨白。这时，我们照主耶稣教示，愿祈祷讲：愿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寿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对你像一日天里。阮的历史，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传入彼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人掀开信息后面1073页。1073页，启应文第41篇，出自以赛亚第9章。咱三甲做伙来启应。行伫黑暗中的人，已经看见大光。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。亲像你收割的欢喜，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，降断因肩头的棍。亲着这的军鞋，高着血的军服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伊要负担国政，献民的道士，应在的天父，伊的主权无强。伊要坐大笔的宝座，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，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三角内面信息165首，疼痛圣神求你降临。因全首，请起立。Oh
请坐，请人搁做伙来祈祷。圣神的父上帝，愿受拣选的信徒拍拜伫你的面前敬拜你，搁要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甲你的福分。请你用丰盛的恩典赏赐予阮，用大恩照阮，用智慧真理教示阮，予阮的性命甲你结连，得到勇气，愈来愈勇壮，会当同心合意，做伙来奋兴教会，结出水的圣灵果子，来荣耀你的圣尊名。感谢祈祷，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三甲来领受圣经的话语，记载伫马可福音书第13章1到13节，13章1到13节，请人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耶稣对圣殿出来的时，有一个门徒对伊讲：“老师，你看，招这尔大地，建筑物这尔东方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伫看的这个大的建筑物哦，伫这个拢袂受拆毁，拆甲无一块石会贴伫别地顶面。”耶稣伫橄榄山顶明暗圣殿伫坐的时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甲安德烈私下甲伊问：“请甲阮讲，这个代志什么时会发生？这一切的代志，伫要完成的时，有什么兆头？”耶稣就甲因讲：“着谨慎，才免受迷惑。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来讲，我就是基督，来迷惑真侪人。恁听到战争以及战争的风声的时，毋免惊。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，毋过终局也未到。因为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，国家攻击国家，真侪所在有地动，有饥荒，这个代志不过是催尽痛疼的开始。恁家己着谨慎，恁会互人交互议会，伫会堂受鞭炮，恁会为着我的缘故，徛伫总督甲君王的面前，对因做见证。毋过福音一定着大声传互万民。因甲恁掠去交互法庭的时，毋免心烦恼，要讲什么？迄时恁得到什么指示，就照安尼讲。因为你讲的毋是恁家己，是圣神。兄弟会出卖兄弟，互伊死。老爸嘛会对安尼对待囝儿，囝儿会起来攻击爸母，甲因害死。你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恨。毋过恁来到最后的人，袂得着救。愿上帝话帮助咱，引带咱。下面要请妇女诗班来献诗，因要吟的诗歌是《我要学路》。日头落山啊，该一片；又是救星啊，风满天。人生碌碌来途径，
健康福乐啊，永期见。心呐，风满天，
这时要请陈友文牧师谈讲主的信息，伊要讲的题目是有缘圣殿受毁甲迫害。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咱真感谢妇女诗班通过这个组曲我要学乐来引带咱敬拜上帝。有唱台语也有唱客语，还有唱西班牙语，是真水的音乐。咱今仔日进入到马可福音第13章。马可福音13章，有人佫甲叫做小启示录，因为内底讲起将来的代志。对遐真关心末日还是来世的人来讲，这段经文有真侪想象的空间。咱若是较关心世界的发展、进步、改变，可能咱就对这个经文就较无兴趣。较忽略，但是这个经文对咱活伫现代世界的人，有真要紧的意义。咱希望通过今仔日以及后一届、两届，将这章规个整体来做较深的了解。大先咱有看见这个经文内底有足侪天启文学的迄个特质，内底用的语言对历史有一种决定论，种世界一定会安尼，而且是较悲观的看法，也期待世界终局会来到，特别伫一寡重大的事件还是危机中间，敢若末世是毋是要来啊？以及对人类存在状态有迄种二元论的看法，世间分两种人，一种人会得救，一种人可能会去互放杀。最后讲起宇宙会有真激烈的变动，迄种的景象。到读到即章的后半部，咱今日敢若读头前尔读到后半部的时阵，作者佫直接引用旧约先知的经文来表达这个思想。特别咱伫后壁看见但以理书引用3解。所以，咱要了解今日的经文，大先咱爱小可对即个所谓的天启文学，这包括新约，也包括旧约，犹太教甲基督教，拢有即个天启运动。咱来当小可了解这个背景，就较会当了解咱今日的经文内底的意义。简单来讲，什么叫做天启文学？咧旧约圣经上出名，就是但以理书。伫新约内底，当然就是启示录。这个经文咧反映的是一种特别困难的处境。有时阵连先知的声拢听袂到，外来统治者来占领、来统治，家己连王都无。伫这种真悲哀、困难的时阵，犹太人就转向这个天启文学，伫遐要寻求安慰、寻求盼望。这个经文的预言，还是宣告一系列灾难伫要发生，代表现代的世代伫要结束，上帝统治要开始。所以伫心态顶头，较毋是咧期待现实的改变，是期待上帝能直接介入这个历史内底，也带来世界的改变。今仔的经文，咱读头前，其实头前前半段比咱今日读的经文搁较长一直到23节是规大段，拢咧讲起对将来迄种终局错误的一种的期待。耶稣伫遐提出警告，
即内底会当阁分做3段。第5节到第8节讲到欺骗的人会来，会有战争，自然有侪侪变动。第2段是9节到13节，讲起耶稣的门徒要面对迫害。到第3段是关于迄个可恶的毁灭者的预言，以及讲假基督的出现。即个规大段，为什么咱知影伊是一个系列的警告？因为伫头前甲上尾啊，就是第5节到后壁21节、23到23节，拢有迄个警告的话，甲用即种警告的话，甲规段甲包起来。迄警告的话就是讲，恁着谨慎，毋通去互迷惑。所以咱知影这是一个完整的段落。后半段是对24节开始，伫遐咧讲起真正将来终局是安怎？咱今仔日要讲起今仔日的经文，我先讲结论啦，先讲结论。即几大段的警告的结论，伊的焦点伫第7节。第7节讲终局还未到，毋久终局还未到。意思就是讲，耶稣伫遮教导，毋通想讲你会晓计算，知影讲末日会变安怎，末日会变，迄终局会变做安怎。恁拄着一寡灾难，拄着一寡变动，毋通想讲终局已经来啊。有侪侪代志拢会发生，毋久终局还未到，终局还未到。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对这种错误的天启思想提出警告。有学者讲，这段经文其实是咧反天启，就是叫人爱警醒，毋通凊彩去互这个中末的讲法去迷惑去。下面咱就来看今仔日这2段。头一段是第1节到第2节。耶稣伫遐预言圣殿要受毁坏。短短2节其实是一个宣告的故事，伫遐短短对话中间，耶稣最后做出宣告，圣殿会受毁坏。伫遐咱看见大声学生对这个圣殿发出一种懊恼的声，赞叹的声音。咱知影当时的圣殿。有人甲叫做是希律的圣殿，伊的规模足东方足壮丽，其实是为公元前20年左右，大希律王开工开始要定新修这个圣殿。这个工程做足久的，到耶稣的时代其实还未完工。伊起这个新的圣殿。用足大粒的石头，然后迄个条，每一支条拢用迄个白色的大理石，直接甲伊挂，然后做起来。所以看到的人拢印象足深的，因为非常的东方。耶稣伫遐看见学生懊恼，伊就伫遐预言，这个圣殿会受毁坏。伊用犹太人的俗语讲，拆甲无一块石会贴伫别地顶面。这个言语就是重点，就是要讲会彻底毁坏的意思。所以接续落去，一连串咧讲这历史的终局，其实是因为讲起圣殿毁坏，才开始讲这代志。所以咱读今日头前这段短短2节，其实是演耍头前耶稣伫遐清起圣殿，以及咱会记得，互迄个无花果树高大的迄个行动的剧。耶稣伫遮要宣告，耶路撒冷的任务已经结束，圣殿无过是上帝国的焦点。这是头一段。
耶稣有言圣殿受毁坏。第二段对第3节到13节，伫遐讲起灾难甲迫害的代志。伫遮咱看见迄个讨论的场所刷去到橄榄山，伫遐讲伫山顶，耶稣甲学生私底下伫遐讲话。马可福音若讲到山顶，拢是耶稣私底下甲学生伫谈论教导的所在。咱头前第3章、第6章、第9章，拢有共款的伫山顶的教导。今仔日嘛共款。最后一届伫山顶，耶稣甲学生讲出真要紧的话。伫遮咱看见，原来迄个核心的团体是3个人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这是今仔日安德烈，佫加入来变4个。这4个人，互咱想起第1章的时阵，耶稣上早呼召的4个门徒，就是这4个。这4个人一路跟着耶稣，咱伫读马可福音的过程，看见因，咱讲跌跌撞撞，常常出问题，表现非常无完全，但是呢，会记得因拢无放弃，一路跟着，跟着到最后的这个论述，耶稣要甲因杀死啊！今仔日经文嘛通讲是马可内底耶稣的个别的一个演说，耶稣要甲学生杀死啊！所以最后甲因提醒，恁着爱警醒，着爱警醒。这个后半段13章后半段特别足明显，佫若甲伊讲起，着警醒，着警醒，着警醒。伫山顶顶头，学生问耶稣2个问题。头一个，这个代志什么时阵会发生？第2个问题，这个代志得要完成的时，有啥物条头？头一个问题是问什么时阵？第2个问什么条头？耶稣真清楚回答。头前先讲什么时阵的问题，到上尾下半段13章下半段，伊才会讲起真正的条头是什么。今仔日经文内底，咱看见耶稣甲学生伫要行离开圣殿，然后耶稣伫遐预言圣殿伫要去用毁灭。这个诚做咱今日伫读这段经文的真要紧的背景，互咱想起马可福音写作的时阵的迄个上早的读者，也差不多就是公元70年的时阵的这个出来教会。因70年左右的时阵，经历着第1届的犹太人的战争，犹太人起来反叛罗马帝国，然后咱知影，毋但耶路撒冷去用毁灭，连圣殿也去用拆毁。对于这个马可福音上早的读者来讲，经验到耶路撒冷去用毁灭，圣殿规个拢拆掉。那亲像看见世界终局伫要来啊，互因感觉惊吓，毋知影要安怎。所以耶稣伫遮大声为了学生陪伴因的心理，互因知影，不管是战争灾难，不管是迫害，甚至是严重的这个大代志，就是耶路撒冷沦陷、圣殿的毁坏。这拢毋是世界终局的条头。虽然这个代志在发生，也是在发生中，但是耶稣讲，毋过终局也未到。真要紧，几段经文的关键，确实是第7节。安尼，咱检测会问，耶稣甲咱讲时间还未到，安尼什么时阵世界终局才会到呢？这咱就要等到后一届读到13章的后半段，咱才会读到。对24节以后，耶稣伫遐讲，人子有一天伫荣耀中要再临，迄才是
世界的终局。人子伫荣耀中再临，是伫宇宙规个放弃才会发生。虽然耶路撒冷的圣殿毁坏毋是终局，但是咱知，伊对犹太教甲基督教确实真要紧。对耶路撒冷毁灭了后，咱知影，规个基督教关心的焦点，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时阵会搁再来。这种的对人子搁来的愿望，要互基督徒带有一种的气力，伫迫害中间，通承受苦难。到今仔经文的最后，伫遐讲，忍耐到最后的人会得到救。拄仔我已经讲起，这段经文也真要紧，因为代表马可福音内底耶稣对学生的个别演说。咱伫其他福音书拢会读到真特别的耶稣甲学生三时的即个讲论。伫约翰福音，咱会对14章读到17章，拢咧讲起耶稣甲学生三时的迄个话，鼓励因爱勇敢，爱面对迫害，鼓励因讲我要差派保惠师甲恁同在。马太福音嘛有伊的个别的演说，就是咧上尾啊28章，马太福音真出名的大使命，恁就爱去全世界传福音，将门徒带来做学生。路加福音嘛有2解个别演说，一解咧耶路撒冷，路加24章，甚至到使徒行传第1章。耶稣最后嘛，咧橄榄山甲学生三时，然后就天。所以今仔日即个经文会通讲是马可福音的三时的经文，真要紧。耶稣咧提醒学生，恁会面对迫害，恁会拄着挑战，但是圣神要甲恁同在，圣神要帮助恁面对挑战。咱小可详细过来看。这段经文内底几个小主题。头一个耶稣讲，有遐欺骗的人会来，假冒的人会来。第6节讲，有真侪人会用我的名来讲，我就是基督，来甲恁迷惑。我就是基督。希腊文讲 ，ego eimi，I am him， 我就是伊。这个我就是这字，互咱想起出来记记第3章14节，伫遐摩西问上帝讲：“你是甚么名？”上帝讲：“我就是我就是迄个创始成终、自有永有的上帝。”所以欺骗的人嘛会用同款的语言，我就是。伫耶稣的时代，其实已经有这种犹太人的团体开始出来讲家己是弥赛亚。到马可写作的时代，更较明显，真出名有2个叛乱团体的领导者，包括一个叫做犹大的囝孟纳罕，一个叫做吉奥拉的囝西门，因拢自称家己就是弥赛亚。所以耶稣讲，有遐假冒的人会来，恁爱注意。接续落去，伊讲会有战争，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，国家攻击国家。第8节，阁有地动，阁有饥荒，总是会记得。伫遐讲，这个代志不过是吹灯痛疼的开始。敢若老母要生囡仔会有痛疼，有迄个阵痛。阵痛是咧讲新时代要来以前，改变带来一寡痛苦。这个代志不过是开始那点，开始那点。到第9节，搁落去，战争以后，伊讲搁有迫害，会搁有迫害。恁会互人交互议会，伫会堂受鞭拍。
因会为了我的缘故，徛伫总督甲君王的面前，对因做见证。伫遐用交付议会即字，交付 hand over 吼，去用交付什么人？咱会记咧耶稣的进前，佫若甲伊有言伊要受难的时阵，嘛用同款的动词，人子要互交付遐犹太宗教领袖，人子要互交付人。军队耶稣的人也同款，会面对即款的情景，面对迫害，会去用交付宗教，还是政治的当局，而且被迫害。等咱读到这段，讲到伫会堂去用鞭炮交付议会，为着耶稣的缘故，徛伫总督甲君王的面前做见证，咱马上会想到初代教会的历史，就是使徒行传内底就发生这侪情景。彼得去用交付议会，保罗伫总督甲君王面前做见证。所以伫遮讲起国内发生的代志，会有迫害。真特别的，这段中间第10节也值得咱注意读。伫遐讲福音一定大声，就大声传予万民，这个代志才会发生。福音一定要大声传予万民，一定要这字伫头前已经出现过。8章31节，耶稣讲：人子一定要受侪苦难。两个拢讲一定要，这两个要素真趣味，拄好就是上帝拯救世界计划内底上要紧的两个要素。耶稣基督一定爱受苦，福音一定爱讲传，安尼上帝国才会来临。搁落去到12节，哇，咱搁读到，互人真着惊的迄个情景，就是家庭内底有会发生冲突甲反叛。伫遐讲兄弟会出卖兄弟，互伊死。老爸嘛会安尼对待囝儿，囝儿会起来攻击爸母，甲因害死。读到这个经文，互咱真着惊。咱会记得，伫迄个时代，罗马帝国统治下面，一个人若改变信仰，归信基督，会造成家庭的分裂甲对立。这伫西方的初代教会。是安尼，咱若读咱台湾教会初代教会历史，嘛是安尼。咱想象伫罗马帝国的情景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人诚做基督徒，会对家庭其他的人造成什么款的挑战？其他的成员，因的事业、因的社会地位，会受到真大的冲击，还是破坏？咱想象原来全家拢习惯参加罗马帝国的活动，去竞技场参加遐敬拜神明的活动，全家拢做伙去，这变做因生活的日常。突然有一个人无去啊，无参加，大家注意到，恁这个囡仔哪会无来？所以大家知影，伊已经接受新的信仰，因就开始对这个家庭有压力，甚至有迫害，这对家庭就造成极大的冲击。特别，若讲这个新的基督徒是女性的时阵，哇，咱今仔是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，女性在信仰的历程中间，真侪时阵拄到的挑战比男性搁较大。特别伫迄个罗马帝国的时代，犹太社会，女性是无有迄个独立的人格甲权利的人，所以若女性做基督徒，哇，迄个挑战搁较大。第3世纪伫北非洲有一个真出名的故事，就有一位贵族的查某囝，叫做普佩翠亚，伊
因为接受基督教，去互发现掠起来关，控告讲伊加入基督教。伊的老爸是贵族，有真好的社会地位，来加甲甲伊劝伊讲，你着爱背教，你着爱放弃你的信仰。结果伊拒绝。当伊拒绝的时阵，老爸足生气，特别听到伊讲我就是基督徒的时阵，伊老爸甲逼过去，想要甲目睭甲捂出来安尼。后来老爸一直甲求，你毋通互我成做众人踢笑的对象。想想你的兄弟，想想你的老母，想想你的阿姑，你若受迫害，我嘛无法度继续活落去，生存落去。你着放弃你的骄傲，无你会甲阮规个家庭拢毁坏。这位女性坚决继续伊的信仰，最后死伫竞技场顶头。所以耶稣伫遮提醒学生，遮个代志拢会发生。关于这段经文，特别咱注意第11节。11节伫遐，耶稣对学生讲：因甲恁掠去交互法庭的时阵，毋免生烦恼，要讲什么？迄时恁得到什么指示，就照安尼讲。因为得讲的，毋是恁家己，是圣神。哇！这段经文足宝贵。马可福音真少讲起圣神，无亲像路加福音，哇，圣神是主角。马可福音足少讲到圣神，咱来读头前出现几届尔，一届咧耶稣洗礼的时阵，一届是耶稣去受试探的时阵。然后第3章，耶稣捌讲一届讲，毋通亵渎圣神。个顶礼拜咱读到大笔伫圣神感动下面写诗篇的话，差不多出现这几届尔。但是今仔日出现这届真特别，讲伫迫害中间毋免惊，嘛毋免烦恼，你要讲什么？因为圣神会指示恁怎样做见证。咱知影圣神的教义爱阁足久才会发展出来。马可的这个读者其实对圣神的角色嘛毋是真认捌，但是因已经有真深的圣神的经验，圣神同在。享受因能力迄种的经验，这咱来大家叫做是真粗胚的圣神观啦，真粗糙的圣灵论。伫遐马可讲，圣神伫耶稣洗礼的时阵开始享受伊快乐，圣神的灵感嘛感动这个人写出圣经上帝的话，上重要。面对迫害，面对困境，圣神的指导基督徒怎样做见证？这对咱来讲是非常宝贵的信息。各位兄弟，今日这段经文对咱有甚么款的启发？伫遮甲咱分享3点。头一个，亲像马可的读者同款。今仔日咱嘛拄到真侪所谓末日的预言，会记得20年前、20几年前，1995闰8月的预言，偌济人台湾偌济人全移民，惊全移民。2000年统的时阵，大家若有注意新闻，阁有一个什么飞碟会，哇！咱台湾一个家庭带一寡朋友飞到美国德州沙漠的所在，听候上帝坐飞碟要来甲因救安尼吼。这种末日的预言，每一个时代拢会发生，每一个时代拢有吼。总是有人伫遐计算，伫遐讲，就是这时阵末日要来咯。
总是当这天启运动的热情，伫遐制造这可能是欺骗还是虚假的消息的时阵，马可福音的回答讲：要谨慎，终局还未到。总是另外一方面，因为代志拢无发生过，嘛有一寡另外一种人，将终局的可能性甲排除，认为讲人类历史以外无其他的代志，无其他的可能，所以人生就安尼过。照行事历过生活，照迄个经济的即种指标、预测的指标来过生活、计划人生。面对即种认为历史无终局的人，马可伫遮嘛提出警告：上帝有一天会介入咱的历史，带来审判甲拯救。不过呢，伊佫加上一句警告：不过迄个日子咱无人知影。所以读到今日马可13章的经文，提醒咱怎样用一个有智慧的态度面对咱的人生，面对所谓历史的终局。第二，今日这段经文嘛帮助咱对这3年来咱面对全球的一寡处境，互咱做一寡反省。咱面对3年来，咱面对 COVID-19 疫情真严重，嘛发生可怕的战争。俄罗斯侵略乌克兰，拄啊满1年，嘛有大地震，无偌久进前，土耳其、叙利亚遐尼严重的地震，死亡的人数超过5万人啊！嘛毋通袂记，嘛有饥荒，非洲。伫即种种的挑战中间，有疫情、有战争、有地震、有饥荒，有2位当代的圣经学者 Brueggemann 甲 N.T. Wright， 因拢写册，提醒咱讲，伫疫情中间是一个咱受呼召、回归信仰、定心甲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时机。我非常欣赏的这位古约学者 Brueggemann， 伊写一本册叫做《逆转新世界》。伫遐，伊讲圣经内底敢毋是早就甲咱提醒啊吗？会有战争，会有瘟疫，会有饥荒。启示录内底佫加上第4个，佫会有死亡。总是 Brueggemann 甲咱提醒。拄到这个代志，毋免惊，伊是要叫咱安静落来、停落来，定心甲这位永活的上帝建立关系，也互咱甲万物的关系更较密切，互咱更较关心生态甲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。瘟疫甲病毒呼召咱更新甲上帝的迄个关系，伫册内底真有意思。Brueggemann 有一章用的题目叫做“等咱搁一届真优雅来跳舞”，用真水的一个题目，带我们在翩翩起舞，带我们在翩翩起舞。伫遐，伊讲确实。咱的人生、咱的生活，哪像突然被中断了，去用停止。伊讲，甚至连全球化，哪像就拢停起来啊！Brueggemann讲，这无啥物奇怪。你去读耶利米书就知影。耶利米书内底讲起，耶路撒冷3届婚礼去互取消，婚礼去互中断，袂使举行。总是伫即个去互中断的中间，上帝互咱安息，互咱安静，伊逼咱停落来，定心，搁一摆思考，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？
不免讲，伫安息的中间，咱会体会到上帝一直拢是一个听过信息的上帝。所以伊讲，咱有一天会当搁举行婚礼，咱嘛会当真优雅伫遐跳舞，真欢喜。咱今下晡就婚礼，确实是一个欢喜的时阵。经过疫情，上帝搁一届，互咱经验到盼望甲快乐，拄着挑战，毋免着惊，安静落来，是一个安息的时阵。最后一点，今仔日的经文也邀请咱思考圣神的角色。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圣神是三位上帝中间，带有迄个女性的面貌，带有迄个老母的面貌的迄位上帝。伊真温柔，常常甲咱揽咧，甲咱牵条咧，想使咱快乐。马可当时活伫受迫害的情景，伊知影有真侪伫迫害中间的基督徒，会当表现出一种出人意外的勇气，讲出人意外的见证。为什么会当安尼？是因为圣神快乐同在。确实，洗礼接受洗礼会带予人特别的快乐，塑造基督徒新的生命。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知影圣经的后壁，毋是话语那定，是上帝话，通过圣神的启蒙，咧帮助咱认捌上帝话。搁较要紧的，面对生活中间的挑战甲困境，圣神要帮助咱指示咱怎样讲出见证的话。圣神是上接近人，也常常甲人相拄的上帝。基督徒的经验，也是对圣神开始。圣神引带咱行往上帝的话，最后也引带咱甲上帝相拄。今日的经文，马可提醒咱，面对生活的挑战，甚至是艰难的考验甲磨练，毋免烦恼，圣神会支持咱，医护咱，赏赐咱勇气、智慧甲平安。咱做下头来祈祷。阮天听堂的上帝，阮今日通过马可13章来学习耶稣甲学生最后要3时所讲的话。耶稣的话有警告，有挑战，嘛有安慰，也带来盼望。伊知影学生无偌久要面对迫害，面对生活中间的困境，总是伊也应允圣神要陪伴，要带领。我也恳求你，差遣圣神伫阮逐人的生活中，当阮面对生活挑战时，经验着主你的智慧甲快乐。阮对这学习的话，献上感谢祈祷，告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三甲内面圣诗468首，468首，耶稣万国万人拢有一摆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这时，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第一是为着大斋节期2月2日到4月初6的忏悔甲灵修。第二是为着亲人离世的来祈祷，愿上帝安慰。第三是为着台湾国家安全甲亚太区域的和平，请大家开喙来祈祷。请倪博轩即事做结束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无惜家己的独生圣子，为阮的罪死伫十字架顶，第3日过活，为阮开出一条新过活的道路。今年的大斋节期对2月20日已经开始，到4月初6为止。恳求主保守阮伫这段时间的灵修甲祈祷，特别是阮对阮的罪有搁较侪的看见，搁较侪的反省，搁会当无惊遐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认罪悔改。当阮哪看见家己的罪，哪知影你的救恩是何等伟大，阮活伫世周，拢是我靠你的恩典。创造天地主，最近有真侪长辈离开阮，转去祖家，阮实在真毋甘。总是阮知，天的万面有伊的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哀惨有时，跳舞有时。求你甲哀伤的人同在，你的神亲自安慰因，你的话语诚做因的快乐甲盼望。至尊至悬的上帝，你是全地甲历史的主宰。感谢你过去保守台湾，度过真多危机，也带领阮平安民主转型。这几年来，俄罗斯甲中国两大强权对伫欧洲甲亚太地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。台湾也面对中国的恐吓。主啊！愿为世界的和平，向你迫切祈祷，求你阻止独裁者的野心，求你怜悯保守台湾国家安全，甲亚太地区的和平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这时，咱要来奉献。
请大家起立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每年的3月的第1个拜5是世界公道日，这是由一个平信徒妇女来发起的。以后咱每年拢安来举行。啊，每年这公道日，拢为着一个国家来祈祷。今年2023年是为着台湾来祈祷，才有一个影片，咱做伙来看。Give praise to the Lord.
请咱掀开周报，通知事项3月份的第月长老是柯世忠长老，今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咱今日由妇女团契请咱来敬拜，请大家为着妇女事工来关心甲代祷。3小会通过成立种子敬拜团，请林世宏长老为来做关顾的长老。定伫3月19，就是后礼拜第2场礼拜中要举行洪玉婷团长的誓约。礼拜了后要举行成立分享会甲地会，欢迎咱的兄弟拢做伙来参加。欢迎有爱参加第二场的敬拜团活塞的兄弟姊妹来加入。每礼拜六暗时6点的练团的行列，是咱的圣经学校已经开始，对3月初5就开始内底课程咱请家己看。第5。2023年爱的练习室，咱这个夫妻成长团体，定咧5月开始，要来伫拜六甲礼拜拢开一班，报名到3月31日，有兴趣的请来注意。内底课程内容请咱家己看。咱济南教会的讲座。伫3月2日，咱有一场，主题是司法与恶的距离，兼论国民法官，主讲的是陈世凤教授，语坛人有林永颂，丁乐加林家和副教授。3月18后一场，文艺复兴的讲座，详细请咱家己看。清明追思礼拜。咱有定咧4月初2要举行，是咧下晡1点，咧大礼拜堂举行，请要参加即个追思的家庭，无论是你以前有参加过拢搁一摆爱就个人的相片电子版甲100字以内的怀念文摕互办公室。团契消息，咱咧拜二是即摆是赵和英牧师要甲人讲韩国的文化。拜5要请乡里团契要请吴春新牧师来讲人生的毕业典礼过来，咱来看具体消息。咱拄有讲过谢梦如甲吕冠恩今日下晡要来举行结婚礼拜，伫2点半要开始，恭喜。谢英街长老安孝主怀有定咧3月16要来举行日练的礼拜，3月18咧树南教会要来举行个别礼拜。杨建峰兄弟个别礼拜有定是咧3月25咧板桥的殡仪馆要来举行。高昭义兄弟安孝主怀伫3月初7。下晡律师80当，愿上帝安慰家属。个别礼拜是咧4月16下晡2点，伫咱济南教会。其他教界消息，咱近期事工聚会甲以及事奉人员甲上周的出席甲奉献。请人家己看，请人即时要请陈牧师来介绍甲补充报告。咱今仔有一寡来宾为高雄即个大湖教会有4位，陈以礼、杨恩恩、陈永恩、周淑宇，请恁起立，互阮甲你欢迎。这陈以礼是大湖教会陈聪辉牧师的后生
对新加坡才有6个吼，师徒正威，还有其他6位，请欢迎恁吼。另外嘛是为新加坡许秀珠、谢丽亮哈，李炳啊，欢迎哈。对灵羊堂的朋友吼，黄慧华。还有一位新朋友李国勇，欢迎我有看几位日本来的马自塔尼神社哈，松谷化介牧师哈，伊嘛是教授咧日本的学院咧教册，古早咧福岡遐牧会吼，伊对香港有足认真伫遐做研究吼，咱欢迎伊来甲咱做伙礼拜。兄弟姊妹，咱互相请安一下吼。三甲来吟圣诗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吟诗线，请题目师就导，请起立。愿上帝平安，搬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，伫咱的主要所基督内面，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、生活、工作甲服侍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请坐，灭倒避讳，请留需要带倒的兄弟到雨伞骹，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地饼会交易。